来看新竹市的消息，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的连续活动，最近呢伫网络呢热烈的进行。进前公布，新竹高园区有一间这个小小的独立的册店，是头一间实体连锁站，消息一个出来尔，这个册店呢，敢若是和这个网友呢，以一粒青这个负面的这个评价呢，一直说造成了真大的困扰，所以讲赶紧话停。好，来，我们有请市长颁奖。新竹市长高虹安出席市长奖的颁奖典礼，淹过另外一边，网络当日罢免高虹安。这个活动发起人伫网络公布，丰城安心上路第一阶段的提案，为6月1日到7月中尚无爱3547份的连署书。第二阶段到9月中需要35000多份，淹过多开始尔，连署站就话停。伫新竹科学园区，这间独立的册店本来是头一间连锁站的册店，进前互人公布是头一间连锁站了后呢，互人恶意用一粒星的评论，互册店真困扰。伫面册写讲，敢若答应收件尔，即马互人误会是主办单位，影响到册店的营运，将结束甲罢免案连锁作业的合作。市长的这样子的联署活动，那包括有这个实体店面，也同样的遭受了这样子网军网友这样子的攻击，恶意的攻击。那我必须要告诉这个高虹安市长，应该要多一点包容，听取市民的心声。店面有困扰，所以讲取消连锁站罢免活动的发起人嘛，赶紧应应，表示讲将会赶紧找后一个连锁店，或者个连锁活动会当顺利进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